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46篇。诗篇46篇，和合本圣经在69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以上，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幸福 No 号，幸福 No 号。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曾经有母亲的也快乐。感谢神啊，让我们今天能够齐聚在这里。我刚才在行平安礼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我要跟曾经被我得罪的人说对不起，因为我刚刚在行平安礼的时候，跟仁圣长老的这个好像是女儿还是媳妇说，今天仁圣长老全得胜。后来讲一讲，我觉得我好像错了。好像是仁圣长老胜了，他们儿女都输了一样哈。不是，传道的意思其实是要表达是说home run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全垒打的意思，因为他们全家都到齐了。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们，希望都能够领受这个福气，而我们常常为他提名祷告，是吧？感谢神，我们希望把那个好处没有一样，不要留，说没有一样好处，说不留给我们的孩子，对吧？我们天父也一样，他是万福的源头，没有一样他不留给我们他的众儿女们，我们就要来领受这个幸福的 know how 跟幸福的实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之恩，我们真的常常会得罪你，得罪人。主，我们真的是一群罪人，不过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主，谢谢你，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而且你持续爱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纵使颠簸，纵使弯曲，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力量。恳求你亲自启示我们，从你的话语里，主，我们再一次能够得着安慰，得着医治，得着支持。主，有人不支持我们，但是主，你支持我们就够了。主，你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引导。你的众儿女们，很多人现在需要你的引导。主，恳求你今天圣灵在这当中，用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的口，主啊，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有了母亲，我们知道吗？母亲节的时候，母亲最喜欢收什么礼物？我不知道你今年送了没？好，我们来看去年在伦敦，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说母亲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你猜到了吗？有人猜到的样子哦。是什么？一夜好眠。确实是这样哈。好，那第二个呢？共享天伦。我想今天有很多人儿女们都跟父母来，
甚至于父母这儿女带父母来的，这就是人生中母亲很喜欢的礼物。第三个是打叉叉，是什么？是什么？是打叉叉的，不发脾气。有人已经可能知道这个讯息，所以你可能按照这个来送礼物啊。好，第4、第5、第6，到6以前都是不是真的这个看得见的，可是到第7、第8、第9是什么？3C 产品好，第10才是现金所以我们呢迦南教会从2014年合会，我们就决定，我们不送在母亲节跟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不送那个会朽坏那个物质的东西，我们是送那个最真实，像上个礼拜蔡信生牧师说，看不见的是更真实、更有影响力的祝福跟礼物。那我们今天也要送给大家的是幸福 know how。幸福 know how， 有人翻译成幸福的秘诀，有人翻译成幸福的实力。来，我们来领受这个幸福的实力是什么呢？在这个我们或许会想说，传道，我看到你这个题目，我不禁要问，什么是幸福？因为每个人对幸福可能解读不一样。这礼物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这个礼物有没有人使用之后有见证人啊？使用前跟使用后，那请问一下，可以告诉我这个我要的幸福在哪里呢？这么多的问题中，请容许传道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好吗？我们今天是亲子礼拜，所以我们要用我们青少年，甚至下一场是儿童听得懂的福音，我们来说明。好，有一个阿松爷爷呢，他很小气，他自己有一棵柿子树，上面结满了柿子，又大又好吃。但是这个阿松爷爷总是一个人吃，旁边那些孩子只能流口水。有一天呢，这个隔壁搬来了一个叫做阿友奶奶。这个阿松爷爷呢，自以为很大方的，他就送了这个给阿友奶奶什么柿子蒂，不是送他一个柿子是送他柿子上边的那个蒂。收到这个小气的礼物，就是那个柿子蒂而已。这个阿友奶奶呢，很高兴，跑回去了。怎么会这么高兴呢？柿子蒂到底能做什么呢？这个小气的阿松爷爷很惊讶他到底阿友奶奶可以跑跳，他到底拿了这个柿子蒂可以做什么呢？哇，原来这个阿友奶奶拿了柿子蒂以后，居然能够打这个陀螺，哇，还能够怎样玩很多的这个游戏。哇，那每个孩子都说我也要，我也要。可是他只有几个，只有一个柿子蒂。阿友奶奶就想到，哎呀，这个我刚刚看到阿松爷爷在树上还有很多柿子我们来跟他要。在那个高墙上面，阿松爷爷看到这怎么行？所以你想，阿松爷爷做一件什么事？他回去把所有的柿子都摘下来，这可不行。别想拿我的柿子这个阿友奶奶带了一票人来，结果一发现没有柿子，当然就没有柿子蒂啦，都没有了。这个阿松爷爷很狡猾的笑一笑说：“那叶子给你好不好？”哎呦，奶奶怎样？好高兴这个阿松爷爷就岔开怎么会我给他叶子也这么高兴这个阿友奶奶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原来阿友奶奶没有地址，叶子也不错，叶子拿来做什么？好像更快乐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可以做帽子，可以做衣服，哎呀，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叶子又快用完了。在高墙上的哎呦爷爷听到，这哪一塞，过来来搞我偷啥叶子？你想，这个爷爷会做什么事？不行，别想拿我的叶子。于是他把所有的叶子都打下来。
打下来，他有没有比较快乐？还很高兴说来了，哎，没叶子了啦，树枝怎么样？呵呵呵。没想到，哎呦，奶奶还是很快乐哎，而且代表人一边跳一边唱。反而这个不想给的这个爷爷阿松爷爷垂头丧气。我们看那个树枝可以做什么？居然可以拿来烤面包，好香哦！而且哎呦，奶奶还想到怎样？哎，跟大家来分享，好高兴。你想，阿松爷爷想到说树枝我也不给人家，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把什么柿子树都砍下来，连枝都不想给人家。可是他有比较快乐吗？好像没有，因为整棵好好树，因为自己不想给、不想分享，最后自己反而发现自己做了很愚蠢的事情。终于还好，阿松爷爷悔改了啊！他知道分享原来这个更好，比给人家拿的更好，于是他就把他这个里面的刚事先摘下来的柿子分给大家，而且跟大家讲赶快吃，赶快吃，因为吃完这里面有种子，可以再怎样，可以再播种，过几年以后还会再长出柿子。我们可以知道，幸福跟你拥有什么好像没有关系，幸福好像跟你的心怎么想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大师，这个卡内基，他怎么说？他说要记住，幸福无关你的身份如何，或者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有人给幸福做一个定义说，幸福就是有爱、有快乐，能够知足。也有人说，幸福是对过去不懊悔，对现在能把握，对将来有盼望。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圣经注释家巴克莱，他说，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3个因素，你就会幸福。意思是说，你有这3个因素，你就会幸福。一个是什么？希望。另外一个，第二个，有事做。你有没有觉得幸福？你现在坐在这里礼拜，就叫做有事做，所以你有幸福了。第3个，能爱人。你幸福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在主里是有盼望。我们有事情做，因为我们知道做的事情是能够容神益人，我们能够去爱人，我们可以像哎呦奶奶一样，虽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哎呦怎么又发生这个事，但是马上可以转变成说，这可能有祝福哦，有上帝的这个祝福哦，上帝的意念比我们更高哦，他的祝福是在后面，他是为我们好哦。还是你想要当那个阿松爷爷，你拥有很多，但是你想做的都是让你越来越惨。人生很多时候是惨兮兮，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像这个巴克莱神学博士说的，有希望，有事情做，能够爱人，那么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笑嘻嘻。同样是嘻，但是我们要从惨兮兮当中变成逆转胜，成为笑嘻嘻的人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刚刚所唱的那一首歌就是诗篇46篇。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很有名很经典的，这首歌是这个我们的改革马丁路德，他人生很困难的时候，他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今天的诗篇46篇。如果你刚刚唱的时候没有注意唱，或许你回去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唱。这个马丁路德就曾经被追杀到，因为他做了宗教改革，
很危险的时候，他垂头丧气，早上起来他就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他就觉得没有事情可以做，他就觉得没有人可以爱，他就坐在那个餐桌上。结果他的太太从房间出来，穿着全身都黑，还蒙了黑布。这马丁路德本来没什么事做，一看到他太太，就问他太太说：“你家有死人啊？不然怎么穿成这样？”马丁路德的太太说：“我们家没有死人，但是你信的上帝死了，没有盼望了。”马丁路德马上被提醒：“没有，我的上帝没有死。”他就再唱起刚才唱的那首歌。所以他每一次跟他的同工说：“来，我们来唱这首歌。”他们就知道，我的同工就知道说，我有困难了，好不好？我们人生也可以有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诗篇46篇。怎么说呢？诗篇46篇，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主耶和华是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在旧约的时代，这个地图在这里，从我们看到。这是在一个人他很困难的时候，这个王叫西西家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强敌在亚述，我们看到图的那边，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这样子的心。所以我们如果有幸福的 know how， 我们从心来起头。我们刚刚讲，我们怎么想是很重要的。你要怎么想呢？当你困难的时候，你要想有神与我同在，我就不害怕。这个西西家遇到这么困难的强敌亚述，就很像现在的美国，那时候全世界最强的，武力最强的，可是他仍然能够写出这个赞美诗。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会改变，会地震吗？前一阵子尼泊尔对不对？山会摇动，海星，其中水会澎湃翻腾。这些山虽然都会改变，人也会改变，但是我不会改变，因为我心里能安心，有主与我同在。”再来，他的心可以是怎么样的心？有信心。接下来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你知道为什么会写这样吗？因为西西家那时候面对的强军亚述不止人多，不止武力强，他怎么样要来围攻西西家，你知道吗？他用人海战术，把所有的人全部把他包围在城里面，就是不让你西西家出来。怎么样？看你们吃什么，看你们喝什么。你知道吗？当西西家跟神求的时候，神就给他力量，到外面的城，把水源地用东西把它掩盖住，让亚述王找不到水源，然后他用那个水源怎样挖洞引到城的里面，所以他才会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处使神的城欢喜呀。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哦。所以亚述王这个亚述的军队有办法对西西家怎么样吗？很抱歉，我们所信的神是可以让我们抬得起头的。刚刚我们有唱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他心里有盼望，他心里想，我只要专心放下自己，认识这位上帝。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啊，看他使地怎么样荒凉，他要止息这个刀兵，直到地极。神要是这样，要战胜，你们要安息，不要乱动，你们专心依靠神，听神给你的声音。我们来看看西西家从神领受怎么样。这个水道现在还在哦。你们如果去圣城旅游，这个水道人可以进去。那个时候就想到可以这样做，所以外面的亚述的军队1天2天3天，他们围攻，他们以为他们人多，围攻以为他们没有东西吃，以为他们没有水喝，结果呢，他们在里面呢，西西家所有这个神的百姓们在里面，哇，凉快嘞，有水可以喝嘞，就等着你们在外面的亚述怎样渴死，因为他们从外面把那个源头盖起来。
他们亚述的军队对地理不熟啊，反而是他们找不到水源。可是城里面的人这样，虽然被包围，但是却有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被包围？人家有恶意要包围你，我们可以抬得起头。神是我们的帮助，只要你不偏离神的道，你不偏离神的标准，神要帮助你。引那个水源，那生命的水源要在你的生命中活起来。环境真的不重要，心境更重要。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安心？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专心寻求神？神就要自己来引导你。这就是陈的这个叫什么3C 的图，你可以看到里面这个水道到现在都还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智慧，谁才能够启示啊？只有这一位上帝才能够启示啊！所以凡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都重新回到源头，好吗？我们来看看西西家为什么可以这样。西西家是一个很辛苦的孩子，他的爸爸是很差劲的。怎么样差劲呢？他呢不寻求神，他还是把他的孩子献给，不是神哦，把他的孩子献给那些神明。那些神明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活生生的孩子怎样经过火献上去，那孩子会不会被烧啊？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不喜悦这种事，因为生命是来自于神的，怎么可以把生命献给这个神明呢？可是西西家的爸爸就是很糟糕，他是南国第13个王，他的爸爸叫做亚哈斯，是最糟糕的一个王。可是他的母亲很坚定，在他的爸爸要献他的时候，他在他身上抹了一些东西，让他被献的时候没有被火烧啊。母亲信仰坚定，可以把孩子带离恶缘，虽然这个恶缘是来自自己的亲爸爸。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母亲，或者是你是父亲，或者是你是儿子、女儿，你是孙子、孙女，你都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将你的至亲带离那个恶缘，好让你的亲人可以归向神。所以西西家就起来改变，把他爸爸那些，当他成为王以后，把那些这个祭坛的东西全部打坏。他怎样起来重新宗教改革，起来重新带领所有的百姓来敬拜上帝，领受完全的智慧。于是他才遇到强敌，才有办法怎样筑起高墙，不让这些亚述军队来攻击，里面挖什么水道。亲爱的大家，我们的心呢？这世界真的险恶，神要帮助我们抵抗这个险恶。我们的心可以筑起高墙，不会被那些恶者所攻击。我们里面也不会干渴，因为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什么？这个是在摩西的时候献祭。今天会前读经有讲到献祭。这个献祭是神祝福我们的地方。献祭是什么？是神同在的记号，是神打开天上的窗，把祝福变下来，倾倒的，不是一滴两滴哦，是倾倒的地方，是推开黑暗权势的地方。祭坛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家庭祭坛更是，它是主一座保护我们的家，先保护你自己，你先建立你自己祭坛。再保护你的家，使你的心那个筑墙高筑起那个城墙，免得被灾难，免得被恶者攻击。然后你可以从神那里得着那永远生命的活水，进入你内心的深处。这是神的祝福。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生命中，从家庭里面得着这个祝福。在这里，传道有写在第6页，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会幕式的祷告。你可以透过这个会幕式的祷告，每一天你如果还不会没关系，你就按照这样子来读。那你按照这样来读，传到下一个月讲道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多听到你们的见证。这是确确实实，因为神的话不是神话而已，
是真的会应验的。你只要按照这样读，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是被保护的，你的心有一道活水让你能够活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说，今天我们所要送给你，你要的幸福在哪里呢？你要幸福在哪里呢？我要的幸福在哪里？我不要的改变里。意思就是说，改变就能带来幸福，好不好？我们来改变，从源头开始，从心开始，从回到神的源头。我们用会幕式祷告，你就按照这样祷告，然后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一天开始是从神做你的头，那么我们就会天天感受这个幸福的 know how， 幸福的实力。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好不好？我们起来改变。传道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先生是台大的，他自己也是什么大，很优秀。可是他们结婚的第3天，后来他想起就知道，原来他先生在他结婚还在蜜月的时候就已经劈腿，跟去蜜月旅行的人。于是他后来就离婚。他的小孩子，因为他是在我们士林教会，因为他有说我可以讲这个见证。那他是在在那附近的国中工作，他把他的小孩子托在我们的幼稚园里面，但是他每天愁苦，因为他离婚以后自己带一个孩子，只有小班，一个小男生。这小男生在幼稚园里面听到西西家的故事，刚刚传道讲的，我怎么会家里爸爸会跟妈妈离婚呢？我妈妈每天都愁苦。虽然我妈妈是教数学的，可我看她的脑筋都不清楚。因为人愁苦就怎样，心被扭曲。他每天为他妈妈祷告，怎么祷告？一个小孩子，小班的3岁能祷告什么？老师讲，传道写的这个祷告词他也不会啦。可是老师跟他讲，你只要讲什么4个字，什么？知道吗？知道了哈。主啊，救我！只要会讲主啊，救我！3岁的孩子，每天要睡觉，妈妈，我们来祷告。妈妈说：“好吧。”主啊，救我！好，晚安。亲爱的大家，今天学会这样就够了啊！这会幕式的祷告是给大人了，没有。如果你认识字的话，你可以领受，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那个时候赫伯台风，你们记得吗？汐止大淹水啊！连那个棺材都出来浮啊，冰箱都浮出来了，记得吗？板桥，他就住在汐止，他住20几楼。你知道吗？一个大学生，一个国中的老师，一个数学逻辑很清楚的人，那一天崩溃，吓到不行。一个3岁的孩子跪下来，陪着他妈妈。3岁的孩子当他妈妈的妈妈，这样了解吗？所以，亲爱的大家，今天不是像我这样长这样子，有小孩才叫妈妈，被叫妈妈才妈妈，不是。你也可以成为你妈妈的妈妈，纵使你是男生，你是儿子，你是孙子，你是先生，你都可以成为你太太的妈妈。他给他妈妈，像他妈妈平常给呼呼啊呢。妈妈不要怕，不要害怕，老师说不要怕，主是我的力量，不要怕哦。我们来祷告。主啊，救我！干嘛也要这？够了，够了！他妈妈后来成为基督徒，当然，他妈妈后来祷告不止从四个字一直发展到现在很多字了，而且上次传道，去年、前年请假去当人家的这个女兵相啊，就是当这个妈妈的女兵相，因为她后来又结婚。结婚不是就幸福的这个know how实战力就得到幸福，不是。是因为他人生得了2个癌症，一个乳癌，另外一个，抱歉我忘记什么癌，但是他生命仍然能幸福，仍然能嫁人，不是，应该讲说仍然能幸福，而且他从这癌症当中仍然能够喜乐，而且他祝福他现在的先生，祝福他现在先生的小孩，因为他小孩都不认识这一位神。传道要讲的就是起来吧，
从主啊救我开始，每天到神的面前。神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会幕式的祷告。它只是建立祭坛其中方法之一而已。如果你没有其他更好，等一下主日学的，等一下校长会介绍更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是更好，有其他种的，那么你也可以用那个方式。重点是回到神的面前，幸福的源头是这位神。那我们就起来改变吧。只要你说我愿意，神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主是我的力量，是吗？是吗？阿们。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越唱就会越有力量。虽然会有什么哎呦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成为那哎呦奶奶哈，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很喜乐，都可以跑跳回家，都可以享受那个喜乐。主是我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我们却不害怕。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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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主要成为你的力量，主要成为你的帮助，主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是坚固的，是能保护我们，可以给我们重新力量的。主听见你，看见你脑里所想的，你心里所作难的，主要成为你的帮助。亲爱天父，谢谢你，这山会改变，地会变动，人会变心，但主，你不会改变，而且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这么的真实，你的应许每一句话都会应验。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遇到那么多哎呦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说不出的苦的时候，我们遭难的时候，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一直都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这句话一直都有效到永远，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再来唱。